若中国最近共款直头派军机军舰扰乱咱台湾，美国嘅陆军部长沃梅斯伊是强调讲，战争是无符合美中嘅利益，所以美国会继续咧同盟友进行军演，加强阻挡中国入侵台湾嘅意图。另外呢，因为即马，毋过美国高层嘛是共款有想要甲中国好好参详，就风声讲美国嘅国务卿布林肯暗算要去中国访问。中军持续侵扰台湾四周围的海空域，最近各挑战伫印太地区行动的美国军机舰升悬紧张的气氛。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讲，美中拢无战争，关心中国威胁的行为，会以联合盟友演训的方式加强阻挡，防止北京武力犯台。The way we strengthen that deterrence, I think, as I said, is by demonstrating combat credible forces in the region. So through our Pacific Pathways set of exercises, able to show how we're able to operate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从美军今年的所谓的军事授权法里面，它有一个太平洋贺主倡议，那它今年就编了91亿美金的一个预算在里面。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美军正是加强它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从北部的这个日本，特别是南部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部分。学者指出，美方就是要更加清楚向中国展示，袂使改变区域和平稳定的红线。不过，北京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呼吁，美中应该建立危机管理沟通机制，提防台海发生误判。根据苹果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伫未来几礼拜内会过去中国访问。We look forward to rescheduling that visit when conditions allow. Our viewpoint is tha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in-person meetings or engagements, whether they be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o carry forward our discussion. 美中官方拢无正面证实，传出布林肯可能甲习近平会晤，想要搁进行两国高层会谈，以及会组织伫台湾的相关议题。记者综合报道。